大家好，我係阿普，我係阿茶。你哋有冇留意屋企信箱出現咗個紫色信封呢？收到呢封通知信要點做？一齊睇下啦。咦，我尋日都有收到呢個紫色信封喎。係啊，呢個紫色信封係政府統計處2026年嘅人口普查通知信嚟㗎。我知啊，收到呢封信呢，即係被抽樣選中嘅住戶需要參與2026年人口普查啊嘛。咦，咁你諗住用咩方式做問卷呢？我咁醒，一收到就已經做咗網上問卷啦。統計處鼓勵被抽樣選中嘅住戶使用網上問卷參與人口普查。遞交網上問卷係一個輕鬆、方便又保密嘅方法，仲隨時隨地都做得添。我知道，仲可以打普查熱線182026做電話訪問添。你記得要喺通知信上嘅限期之前完成問卷啊，因為如果收到通知信但係你又冇回覆嘅話，統計處會安排統計員上門去協助住戶提供所需嘅資料㗎。收到統計處紫色信封通知信，記得快啲做問卷啦！